后来继续来看，这是清华大学甲哈佛大学甲面册跨国来合作，用大数据分析发现，台湾感染病毒风险上悬的前3名的城市，分别是台北市、新北市甲高雄市。若受到外县市人口刷动的影响，感染这个风险上悬的第1名也是台北市，再来是新竹市甲嘉义市。总体来看，也是以台北市的感染风险上介悬。年假出去佚佗，各大景点人客人，但是到底去倒位耍风险上悬？清大甲哈佛研究团队讲互你知。根据脸书的人潮的移动资料，可以找出比较高风险的传染区域。研究发现，台湾感染风险上悬前5名县市，分别是台北市、新北市、高雄市、嘉南市甲新竹市。受外县市人口移动，感染风险上悬的前5名是第1名台北市，第2名新竹市，第3嘉义市，第4新北市，第5是新竹县。总体来讲，台北市是全台感染风险上悬的城市。大部分都是境外移入的，跟我们没有关系。我们自己在台北市内本土感染，其实 case 病例并不多。台北市长郭文地对这项研究结果无啥满意。另外，清大研究嘛发现，县市来移动造成的感染冲击是关于跨县市移动，过来医师嘛无同的看法。台湾太小了哈，所以台湾整个移动是你很难去约束的，而且现在有高铁，你可能1个小时就到台中，2个小时就到高雄，所以台湾应该是没有县市之分的，应该都是一样危险的。其实民众若要降低感染的几率，上好的办法就是当莫出门就莫出门，乖乖伫厝内上安全。